开会了。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节目，我是李思涵。年代呢係11月29啊，就係台灣呢地方自治市行嚟清泰規模100嘅選舉哦，包括咧策劃市嘅市長、縣市長，還有呢鄉鎮民代表，還有清出基層嘅村里長嘅一隻選舉。村民台飛呢一出參與客家中，為大家來去關心清基層嘅生計嘛。嗰所今本日呢，就係來到嘅高雄嘅民農，先前探討嘅桃園，還有南投呢，都係引起嘅動態嘅一隻激烈嘅討論。策劃師面對嘅合併過後，其中嘅功能，還有呢里長係沒有談到合併嘅升級模啊，影響也係輕重要嘅問題。嗰所呢，喺今日嘅節目當中，當為大家做詳細嘅討論。頭先呢，要就先來歡迎現場嘅特別來賓，民農區長嘅蔡浩麟，蔡區長。大家好，大家早安。過來歡迎民進黨民主後援主任楊崇正，楊主任。主持人好，現場按到里長高、里長8號、里長10，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大家好。民農農村田野合會嘅總幹事文聰良，文總幹事。各位歡喜今日做聽者跟大家來安尼分享，也溝通跟討論哈，謝謝。高雄市嘅里長有19里哦，總共人在現場嘅19里嘅里長，做得講呢，全部總下都到齊嘅，然後來去關心來看到啊，透過嘅書本來看一下哦，再了解一下策劃師嘅過程，在2009年嘅時間。內政部行政院正式通過，在2010年12月25號合併改制，到一下呢2014年呢，已經係4年嘅時間呢。算來呢，一個區公所嘅人就看到啊，本單呢，合併過後，高雄縣係有27個行政區，高雄市呢係有11個行政區，所以總共加起來有38個行政區。其中呢係一個區升級咧，里長嘅部分由共下來升級嘛，然後先來看一段嘅樣片，過來討論。文路等建路樹，掠到跳高有向前公所直接冒出去嘅任務，到高雄人事合併過後，都會經過市政府相關局處協調，將做得正行施工。不過近排都會等該當日嘅事件，唔但將會里長本人嘛，還會影響到居民嘅生活權益。播出嘢，查播個嘢，一陣間兩面啦，冇補啊！要美國太強，現在進太強，伊冇自家來補，第一間一兩間一來補哦，要過太強，要過到了來補，哦，有人有錢嘛。你們哎，你說讓來修要變更辦咯，我咩問題？哦，也把時間你修誒，要過幫要劈起啊，咩個理由劈起哦，人嘅錢啊，乜嘅人要貴起，哦，一條街修10個嘅很少，路數啊。民農區公所未講，都然是合併政策。民農前今年大約有2億元嘅持續春年做的利用，到合併過後，讓公嘅業績還有啟動嘅建設，都係歸由市政府直接來出。區公所喺下一年單場存到2500萬元嘅水資源回饋金做的用，老條講唔是第年當配消息，就做得讓比率改革嘅做法首張台碼。除了水資源回饋金以外，各局處都有下售的經費，包含計劃型的，像按里長按之間能撥誒，其實包括人力資班呢，你想市政府下落嘢，當然啦，無法面面有誒多哈。可以講啊，你民農區公所根本都冇那個主導權，也可以說執行單位，這就是我們高雄市大合併的最主要的關鍵，最主要的一個問題在這邊。今年專門100個里長會議，當到里長都係市政府開放限卡到資源欠限，本度提議性嘅里長，認為出現機咧，唔但將工廠問題，咧大高雄最重要嘅客家總條，能擺各方面嘅共享議題，里長為用嘅實力，制圖老想法，可能都係關鍵。升級過後嘅制度還有想法，可能也係一個當重要嘅一個問題啊。故所要這樣請教區長，所以講，知道合併過後，應該係升級嘛。但係區長也部分，天比老合併之前有乜嘅差別冇？制度嘅改變，俺里長嗰度最無法適應嘅都講嘅，以前同嗰度同
工作反映，俺工作都可以直接处理。毋过因为县市合并过后有专业的分工，比如讲路电，当然以前俺锁定接俺接其中业的，俺伫咧讲用轮的俺工作都有个技师，结果差不多10个月，也有怕轮到一摆去各地去修。当然，我今年过想跑改善啦見到面由8空年開始，全部由用工作來接手。其實應該要修理的路段要改進啦。所有包括行政資源、財源，呢度要改善嘛。其實我同相信大家報告，其實我合併過後，我大約有了解我哋工作部分，我哋合併前，我所啲資本們一年差不多6、7千萬，去建設我哋米農地方。我哋米農工作過後，其實我睇到有同人做嘅會計嘅了解資料其實我一年咩係有6、7千萬。我嘅部門包括我哋市政府對我哋對米農國大嘅建設就會像總政府1億人，我哋中正文化中心咪就會像1億人，要到建設從嗰種無算嘅地步。佢就講我有高效嘛。其實冇高效，冇唔錯。我哋可以工作部分可以使用嘅，可以直接去主導嘅，係咧提我哋水資源回歸金，差唔多一年1500萬左右。毋過各技術下來嘅，包括地震局，包括我哋水利局，也用工作下來，其實一年都咧，包括下來差唔多有相當有係有5、6千萬左右。其實應該講嘅建設地方有高效嘛？冇高效。一般咧同大家有做嘅報告，其中講到嘅也個6、7千萬，也個係咪有較少人看到啊米農區？其實算係所以高雄市較配角一些嘅。嗰種係想問文總幹事，米農區才較配角，唔知道也個長向發展有平衡冇？我想可能聽做到一個就講平衡，可能還佫做一些啦。但是，咱個方面對米農跟其他鄉鎮有個特殊的所在，個米農係咧國土適合的一種下交流土地的鄉鎮咧。各位都啲米農家都變成內山國鄉鎮的一個交通上的一個重心嘛。所以包括米農體一個觀光化，還有農體的一種操作地位，其實算其他鄉鎮個激烈的所在。還有加上伊本身地方上個比較有自我行勢，所以包括文化資源啦，還有農業一方面也個發達，所以相對嚟講，伊其實有個強烈一種觀光化跟都市化壓力。睇情況底下，高雄市政府也會以一個所在作為市政中心。但是除了米農以外，其他鄉鎮嚟講，講實在話，一個伊個附帶發展嚟講，可能一種長期實現發展的一種情況都會更嚴重。好，咁像像阮主任就係講要推講一個竹種苗合併升級，因為佢講合併過後，將做得平面邊緣化。咁按樣來看，高雄市嘅米農已經合併咧，米農區一片咁有邊緣化冇？我想了行政區域、行政區域合併的問題可能做唔到結果來看啦其實我個人認為，所謂合併升級形同兒戲啦，政府呢種做法那講一個國家6隻出發施那非常奇怪的一個制度但是在那種錯誤的前提之下，各地方就會去想講用辦法透過合併來取得資源更加的平衡你睇高雄市邊安排一個事，佢對於米農也非常類似較別個落嚟到小鄉鎮各區域特殊嘅需求，佢添冇按清楚所以你也相當於主張講要起辭職啦，也就是講恢復過去有選舉啦但是呢，當然因為講選舉各鄉鎮睇啲偏見地區來講，辭職嘅財源非常嘅少。有赤字之名有赤字之實啦所以我認為呢部分其實也都制度來改革。像國外來講，類似喺台灣、美國來講，類似喺鄉鎮區佢係一個 town board，係一個理事會佢咩講選一個鄉長，選一個代表會，要按多年佢可能選出6、7張、5、6張個理事，兩個理事共同來治理喺兩個區域大家叫佢請專業的人員來做行政人員。來做當地的工作，所以我認為目前台灣還有必要檢討呢個合併升級以後
原来的乡镇吼，迄毋咩吼，应该是行列个起辞职。当然啦，起辞职每天做原来乡镇，也当然做合理性，有必要来合并就来合并，吼，有必要分割就来分割，吼。啊，总之讲，加百万上人做到清基层的辞职率，绝对无符合一只民主的原理啦，吼。你高雄市超过200万人嘛，吼。啊，那有200万人所组成的一只基层的自治团体，好，那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啦，啊，所以我认为讲，按样情况之下，将来理嘅作用应该要来提升哈。感谢注意嘛，按照谈到嘅理嘅功能，我来去提升。看到哦，在高雄市有19个里哦，本单呢在清朝时代係闽农莊，還有龍都、竹頭角、中潭、牛埔嘅南龍哦，六大莊。外面呢，行政區域做眼睛呢19里，按照看到，總共今年呢，村里莊嘅選舉有46人參選，做得講係競爭當激烈啦，吼。不過還沒有了解哦，因為佢呢，喺里面係第一個地方領袖選出來嘅，但係呢，其中就係官派嘅。按樣嘅制度呢，其實一下幾件在現今呢一屆當中，幾件係出現呢動態嘅爭議啊。現場嘅里長吼，有啲位本來係做正面代表，下來去選里長嘅有冇？唱卡數，好，正面代表下來變做里長。你要知道功能性還有現今選來合併過後，這旁後有乜問題，我要來請教里長。關於一個人事合併，好唔好？見仁見智。在我認為就唔好。哦，唔好決定呢也是很多，有冇實情實味啦？做嘅市政府吧。譬如講嘅他們其中講嘅，譬如講一七其中，在我認為上其中就都民農文過，我哋上其中嘅咧。目前七其中，這是咧讓我認為咱們無法其中。我哋愛罵嘅打罵講，我拖出條就失條我打，我也唔敢想多意，我也唔敢想到也幫助民族局長、政局長也咱們幫助我哋，包括陳市長也咱們幫助我做民活里長，有個問題，確實嘅問題呢，也唔係講冇清楚，唔出喺邊講里長講話有問題樣嘅，路數邊幾米差唔多會上等一啲，一條路一條路是13街喲。一條路數等於2殺，一少咗1殺嘅咧，9點半來燒，10點半要攰嘅，下晝就冇來嘅。我見看田，見蒙田，見看蘇北會見時鐘，下晝冇多陣啦冇，結果冇多陣啦。我哋買嘢跌實嘢，跌實唔得，見人下邊啊也太乾，我哋4面咧，里長派歸派，講佢冇講唔通。我用公司裝幹，我講嘢冇，唔敢講到嘢嘅問題咩唔掂啦。好，佢還有那個里長，好。關於嘅民農和專制嚇，進專制路上啊多眼檔案，變咗眼講點啲嘢入水嘅，嘢填住打話嚟亂七八糟有個搶那個市政府，係咪反映容易，係咪整體經費一攤來。來專制上嘅，專制10年8年，一幫人嘛專制多咩？那也都我哋裡面嘅欣賞啦。好，感謝李總吧。好，還有那個李總，我們美濃純粹就定位一個農業戰略區，而我們美濃區現在我們區長在這邊，他當了4年，差不多2年多的區長，應該可以說了解我哋美濃各方面的問題，我希望。不要把某個人的米農區定位，好像不能去發展，也不能去建設一樣。好像旗山純粹是商業區，六龜是純粹說實在的，也是一種觀光區。我們美農定位到定位到農業專區，農業專區應該都從農業地方休閒方面來做。這個部分我都建議我哋區長，反映上議高雄市政府，因為我哋症狀最後幾症狀有1億2萬的錢，我哋有存款有1億2萬錢，一個錢都帶用去進行，一個最大問題。好，就這樣子，謝謝。感謝。你再問注意嘛？來樣板來看，主頭權還有當多議題都變到唔像唔家下講嘅變平化。公司組織管理上啊，有所謂變平化，就講決策嘅過程縮短，層次減少，
其实这个变频化当然咯，现代管理科技术的发展当然有关系啦吼。尤其电脑网络的使用吼，电脑的记录了就可以本了个组织的运作吼，更加这个顺利的运作。但是咧，按你所读到是讲咧变频化，同时迄只规模的常态化吼。规模常态以后呢？对于嗰只高雄市来讲，你只不过係加只10期当中的一只期吼。那么高雄市政府过去管理嘅模式，然後你老高雄縣嘅管理模式係冇同樣嘅吼。所以我相信呢種問題在高雄市老高雄市嘅里來講，其實都可能冇按樣嘅感受，因為佢係這幾年來嘅制度。那麼你哋做法變化過，就李總那個其中家所講嘅。幾隻泰高雄市佢陸續嘅修建有排格嘅行程，吼。你係做幾隻泰高雄市嘅管理嚟排嘅行程，對你地方來講，可能就知道講冇乜嘅積極啦，吼。所以我喺佢老法就講，實在講係咧考慮係咩事行那個企嘅斥資，吼。當然企嘅斥資冇必要講一天咧做原來鄉公所嘅那個權力結構，那個制度嘅設計。但是每一種基層比如講10萬人左右那個一隻初建嘅自治團體重新建立起來，我認為係能有必要。當然牽涉到地方制度法，可能唔係按理小所在自家做得決定嘅吼。不過畢竟國家主權在按理啦吼。那麼假使講按理所有嘅里長、按地方甚至結合其他鄉鎮嘅里長有同樣看法嘅時節，我認為係能做得提出一隻重新。修改地方制度法來實行那個起斥資按樣嘅新嘅制度因為既然大家已經讀到很多嘅問題，加上你磨合譬過體以後，還係有按樣問題嘅時間，就顯示講大企業嘅管理然後小企業嘅特色、小企業特殊嘅需要之間還係有讀下唔多嘅所在所以初建嘅自治團體嘅順暢我認為還係有必要嘅啦。好，感謝注意哦。嘅總幹事看到哈，里長嘅本單頭擺係由正面代表做得監督正總係嘅功能，也係其中係官派嘅有冇正面代表變做子女子孫委員嚇呢？那里長呢就有啲話只係澄清嘅一隻嘅功能性聽聽啦吼。你用版來看聽講一個民農蔡體有講愛成立嘅民農客家自治保護區，唔來用版來看係未有。這個未蔡體沒有機會來去成立埋自治區。就講各政府變頻化，其實為了嘛呢？為了行政效率變過好先咩？但是實際上目前行政效率還沒有變過好。係像好多各位里長其實各自都有發表自己嘅看法跟觀察嘅。嗰另外一方面，如講變頻化之後，如講我哋必須要考慮嘅問題多。像而家在座里長全部咧對我哋一般民眾嘅聰明審法各種細項嘅問題最關心嘅人，嘛最了解嘅人對，比如講將套路不打乜夠啦，甚至給我錢啦，歷史錢啦，個頭都陸續修建也掉啦，甚至講路電廢氣，把所保障，呢樣東西其實都里長最清楚，嗰啲頭牌都里長配合公所也片甚至到嗰度事情只有公所跟特別費生意係，馬上都在執行。睇情況底下，都講唔除變頻化，要考慮到行政效率之外，另外一方面還考慮到，如講而家嘅時政係咪越發符合，如講從一般過去里長按貼近一個場面嘅需求各種大細問題全部照顧得到，一個要參與一種考量嘅睇下情況底下變成講，佢比里長係較少優先，比如一個關心地方上嘅一種場面上發嘅問題，不是回報上去嘅係但是其他某個事情全部回報到市政府，那個反正市政府來處理，咁要出成一個咁市政府係咪要按要隨條路變成一個國泰嘅秘書處？都像那時候各里長秘書處樣嘅，照顧到高雄市各區，甚至到各里，都會到各里嘅每一條專橋嘅，甚至路書，甚至講一個路電嘅修正，係咪法都個按照顧到按全面各位，係做保持一個行政效率一這當然有啲矛盾性啦。所以我講個題目其實係睇下這邊。好，要談起來當中澄清也係反映直接到市政府嘅窗口唔係。透過其中可能會直接來執行改善較多，
总管是的看法是安样。三号人呢，天一部的开放哦，请李总来发言。针对因个地方方的公共议题，有哪条的想法看法？因事合并以来，我嘅感觉以前我做李总都見我哋台灣里無嘛嘅具體建設啦吼。啊一擺我哋高雄市去我所地幫我哋台灣里嘅治水問題，嗰一個歷史空間所投資建設嘅經費啊，有1億6千萬。我哋台灣里也同我哋做理有藝文館、圖書館，嗰個美濃分處所謂修建保留也歷史的空間，所投資下來有1億6千萬。一個對我哋台灣里來講係呢具體嘅建設，啊我也希望市政府繼續努力，幫我哋台灣里很小的地方，幫帶來一個觀光嘅人哋。整個管道很順暢啦。好，感謝李總伯，三號來。我哋美濃，我哋嗰個地方要，我哋要申請個地方自治保護區，客家地方自治保護區呢。第一個，我剛講到，我哋美濃客家人講客家話嘅多啊唔多啊？喺4年來之中，落個真實已經咯吼，我哋講客話嘅人已經引來引大，大都上都冇。大家英語講法嘅，嗰啲當然係你報告啦。如果我已經談咗個，我講客話人冇多少嘅呢，唔係錢多用嘅。連聲音嚟以前我哋睇現實，一舊聲音嚟講客話，低估嚟爸媽講舊經驗，講客話。見聲音嚟後，一舊阿公阿媽阿爸講激語嘅啊，嚴重嘅呢。所以我個地方自治保護區係會發生那個澄清那個同阿連住他個來發揮嘅人員都安尼問題。好，感謝李總伯啊，林李總啊，吼，三號來由那個李總上來發言。我普安里啊呢，復美路嘅睇牌啊，因是因唔係合併市嘅時嘅，已經要做，講要做，多件都係冇做，都係嚟富安啊，一時攞有咩事參嘅，連片樣樣嘅啦。咩事參咩多件啦，我100年都人做唔易，做到個污水處理嘅古道10下嚟嘅呀，我做下多嘅呢，多件我啦都要連上也是做一下，都係免做啊。講係幾多年呢？係免一下邊嘅裝講咗多件哩，用小件做人裝直接都滅多，件講咗多件啦，大片樣嘅啦，件下邊嚟要話滅啦，要咩冇滅，也都提點，人落雨啊，都上水，同樣咧，農家啲民農村咩，我就有啦，種咗好尖長長，因為有都對我農民提損失提太嘢啦，謝謝。好，感謝黃李總，按個開放兩個李總來發言。合併以後啊，喺我做李總啊，你심사點樣啊？我哋市政府權力已經內外體系，讓我講咯，唔應該市政府各科室，民政局嗰度都係我哋嘅民政科，沙皮局都係我哋嘅企公所嘅沙皮局。下擺要多些嘅資源啦，俾我哋本也期望啊，能夠如果都去運作，唔好全部往上報，報位來去幾日期出在到裡面啦，咁數都講要講慢啲嘅啦。我哋所有各地應該要3期，要2辦公室，要3期嘅辦公室，要分咗2種一個以前我哋農地所有省裏邊嚟嘅。3期辦公室啊，就冇座位，冇加座位都錯噶，冇座位啊！一個2辦公室我相信美濃區冇去多錯嘅。一個規劃啦，規行安尼民政局幹，其他沙皮局只人冇一個3期冇，我相信各位理事長，總幹事嘅應該知，我哋3期嘅建議嘛幾困難，因為從我得見3期啦，多年前3期成立多幾啦連一台驗槍都冇啦，唔看緊啦，開會都冇驗槍可看啦。冇可講法啦，因為我哋全部農地去起嘅，農地起嘅都冇徵收，冇徵收都貴在乜啊？公司嚟嘅沙皮局幹，要徵收嘅，合法嘅2辦公室都由民政局來幹，民政局嘅指引嗰度，係咩揾市政府個全部歸納本在民政局來幹，而家叫檢批，沙皮局嚟買檢批咯，沙皮局。廣州嘅老人家攞事也得，跟冇問題。
3期伊根本都无叫你经费啊。好，感谢李总报告。谢谢。好，谈起来就是讲，有啲问题呢，可能是变作为划分的企业的部门来去解决，电脑呢无整合不起来，也个当场系李总也下呈现出来的问题。现在开放请问伊个李总来发言。我量度里呢，今日对伊个最大问题，都嘛个问题啊？一个量动界的林源桥，到一个刘书堂的玉龙桥的一条大牌。以前係呢，從我哋量度嘅從呢邊從小學係做生意人嘅都開始講嘅，講嘅政治。結果呢，地方改多改一線，哦，他個聽說話呢，伊也從嘅從簽關係那裡，結果簽嘅勘察嘅時間，水利要水利局嗰用嘅驗證嘅咧嗬。水利局嗰度要講下嘅要學水農田水利費嘅產權，都產權嘅問題你推上推下都錯啦，一直都已經，此外我哋做一屆驗嗰啲理狀哦，勘察話5-6遍，非勘係5-6遍，咁之前嘅理狀三屆理狀係連環玉連農非理事長，而家存錢嘅幾廿倍，而家之前要勘察唔知到邊係唔知啦，啊多件咯，係是停到那條入邊。完全冇統冇嘛嘅，幾條哦對我量度真實咱們比啊，幾條睇牌啊，哦希望加入嘅機會，哦，啊講出我哋雙頭公部門要重視一個問題，來同我哋聽數解決，感謝大家，謝謝。李總幫呢希望做得呢，係咪來為市政府來去爭取其中嘅權利？其中嘅主導權，也就是講市政府呢，作為下邊較多嘅權利，用法來看，有按樣嘅機會嘛？我而家聽到講，按照嘅村里呢個李總伯非常關心文化、語言、地方傳統、歷史資源按樣嘅問題嗬，我知道呢個其他所在較少見嘅，可見種民農係一隻非常有自家文化主題性、視覺性嘅一隻單位嗬，正因為按樣。當然，體力嘅因素也係，哦，所以其實高雄縣內，嚇合併到高雄市嘅時節，可能叫比其他嘅鄉鎮更加凸顯講，攞一樣新嘅制度啊，格格不入嘅，哦，呢個問題。所以我有人提出講，我有一隻客家嘅自治保護區啦，嚇，有一樣主張提出來，你就會感覺數到講，中央客委會所提出來，通過立法院立法嘅。那個客家基本法吧，吼，等於完全冇作用啊！吼，那基本法內容全部宣示性嘅啦，冇規範性嘅嘛，吼。那照理講，係有作用，地都有那個客家重點鄉鎮啊，吼，客家重點鄉鎮區，吼，做了樣是行嘅時間，你應該做得來保護你自家語言文化這樣錯，吼。所以我認為係要回歸到重新來探討，出海是之下，係唔係係要有刺激嘅。基層初建嘅自治團體，你按樣嘅工作，我認為講係結合所有嘅理狀，共同來發生。過去啊，你用個小地方嘅力量來抵抗國家，重大政策，使得民農水庫，按樣政策起手睇。可見你基層係很團結，你係有力量嘅。當然將來，假使講你爭取到按樣去自治嘅時節，你也做要求講，我哋個區，一或者我哋個鎮。我個體育同行嘅語言就會客化，我只喺公所判嘅法通、學校判嘅法通，我一定要用客話嚟講。我甚至我國民小學都行，係咪有一部分嘅課程，那個課程，我是用客話嚟教育。所以我因為從你按樣可能超出傳統上啲傳理狀，因為個我裝路燈、我修水橋，那個路面有我我填平。除咗按樣以外，我認為講，其實喺你村里狀，大家團結起來嘅時節，可以提出更加多嘅主張。咁像按樣談起來咧，係轉到基本面，
地方自治法係未做改制，亦係講透過客家基本法，民農做得來去改善一個朝向自治區嘅方向來去前進咯。但係家下兩個問題就係反映出嚟吼，里長嘅功能當場是冇升級嘅，但係呢，里長對於社區營造、社區嘅發展、行業社區，還有產業規則嘅連結，又係樣板咯。還有呢，民農區有46歳候選人嘅里長、候選人咯，佢也有其他嘅想法，要去乜嘅呢？先聊一下，大家陣到節目現場。村民大會嘅節目現場，也係合併過後呢，民農區嘅第二擺嘅里長嘅選舉，我哋看到哦，民農區呢19里總共係有46萬人來去參選咯。平均呢，一里係有2到3萬人來競選。咁再看到呢，強弱嘅鹿兒里、太安里、吉陽里係強弱來競選咯。一下呢做開放自由嘅里長參選人，本日就來發言，由那個里長候選人我來講法。好。我哋所有農業，後生我哋算第三代，嗰啲農業係使我哋農業帶動，我哋喺個 PA 嘛，種嘅東西全部去平農業，做交平農業，希望唔該農業一個區塊嘛。經費講一出年講冇經費啊，偏年都有經費啊，南莊也有經費啊，嚇，東市很多經費啊，都我哋。公司嚟講，我哋民農區也農業太正啦。後生先生，年輕人的一輩，我哋跟你發言一下，這個區塊希望農業同其中咯，跟你多努力一下，我哋後生第三代嘛嚟發揮，謝謝。好，李總包講到後生嘅吼，看啷一個參選人？我哋民農區就自然嘅客家文物館啦，嚇，也正是以來我哋一個自然嘅一個客家文物館。但是我哋觀光咧，我哋觀光一天要有差不多人來到呀咧。但是一個嗰種有探機，也有國際嘅世界。各位里長，嚇，你有看到講嘅真實，有像人咧，像美麗嘅一個客家美術館，嚇，老街有我哋起點喎，我哋民農區冇，係咪？所以講啊，今日咧，我意思講啊。我哋民農區有安好嘅社區長來領導我哋，嚇，來建設我哋所有民農嘅所有嘅文化東西啊，嚇，我哋來重視我哋民農客家嘅文化，但是一個文化呢，按樣來重視，按樣來去處理，其實里長係呢最睇嘅係呢本地方嘅福德精神，嚇，應該就來好好發揮。同我哋民農咧嚟發展得多本全唔好講啊，全台灣省啦，全世界地嚟，我哋一個民農區就會有一個安好嘅地方。服務嘅事嘛，嚇，人永遠都唔會嫌落。但係呢，就係像主任有推廣嘅政治搶人權，我來行業清基層。我希望都為地方嘅來去做一個政治整補嘅方向，跟唔用本來看民農啊，是較傳統嘅一個企業，較傳統嘅一個總頭，一個模式努力中白發揮嘅功能，係有乜嘅應該嘅改善，也係按樣嘅方向做定用本來做。我認為後生嘅應該要有人參加呢個共享治理嘅相關嘅事務。當然目前為止，就講後生人透過社區營造共享團體、公民團體嘅方式要較多嚇。但是呢，我認為應該要有部分專業呢個公部門不單止係參加村里長嘅選舉像其他縣市很多縣代表後生人應該積極出來選代表出來選議員因為地方嘅事情，你喺出邊都講後生人知道我冇在地方。我心態努力，或者我都努力工作，地方冇我嘅機會，地方冇我嘅空間，所以我也唔想關心。你出變到一種惡性嘅循環。假使講有更加多嘅後生人聽書，
来拿你的路前比他个合作经验来传承，将新的思考也带入来，新的做法也带入来时间，我相信呢地方的发展会变较多，看较多的后生人，知道讲，你只家乡迄个做得转去落脚的家乡，你只家乡迄个转去做得福斯斯坦人，做得学习学会，做得世世代代传承的一只所在，针对社区呢，迄每年都有跨里来去探索社区，来去发发团结。请李总伯来开始发言。俺们做里长的职务就要敦亲睦邻，里面有乜事情，俺们一定要反映单方。单方的时间，俺希望单方个紧条的同俺们探索。无俺们做里长的人就会变成讲话。像比如路灯发下，像弄摆。从区公所讲有时间，伊要尽量协助。跟目前还可以啦。跟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路数的问题。路数跟到底是乜嘢大米去管理？我从区公所建设个反映，伊讲树的倒下来，铁摩擦的，倒下来又无法度追走，无法度追走是怎样的？像今俺哋咁样的人山街嘅路数，所以说我要反映係假擺嘅，到目前也係無法度處理。我是希望建議講有乜事情不按人唔免按人里長做大問題，有事情不按人啲，唔好講有乜困難嘅事情，人來拜託按人里長來同人交代，人唔好按人三不知有啲按人啲，按人唔係講按里長大問題，按人要一齊理，主要不按人啲嘅，按人有法度協助嘅，按人一定要請按人能力來協助，做里長嘅本分就係咩？唔係講叫咩做里長做慣，做里長冚得本人批評，人同俺哋講嘅，俺哋想辦法來去同人克服、聽數，謝謝大家。好，感謝李總報告。還係有談到當道嘅地方方設個利方嘅一個事情。我想問一下，像各個里19里可能有同樣嘅問題嘅時間，有機會大家村長之間、里長之間有一里民大會投擺有嘛？也係冇嘅。也都有兩辦去發揮里民大會一樣嘅功能，係要來做嘛？蔡明農就來做嘛？里民大會本身俺哋高雄市政府區公所有要求講持有派呢各里長去主持啦。一方面，一個里民大會本身因為里民他講有咩建議各思想嘛，各工廠嘛，達成里也唔係改過啦。所以俺哋19里嘅里長有條有判，有條冇判，冇判呢？你說效果好嘛？效果是也有差不多啦。問題是講俺哋各里長冇意願去判因為問題一講要當道一解決的唔係俺哋其中本身自己有法度解決啦。陳前上去講過冇談到，做嚟做去講嚟講去講冇法度。其中樣辦來看，係咪有可能就是講，設計有啲位實際嘅情形，做咩19個里分別來去向呈報，也係向市政府呈報，係咪設計咪做來去做里民大會伊頭擺做里民大會，還有交通費也講嘛做會議記錄來去做一個改善，其中樣辦看。一個里民大會一個同大家報告，伊今日民農台里民大會俺講就俺哋明年市政府包括俺哋工作其實佢鼓勵俺哋各地來辦。當然，嗰度上次講俺建議攏冇辦法執行伊嗰度上次一個希望講嘅，俺幾位建議強嘅最後都同俺做。像伊行政程序比如講俺一條路一打乜搞，講實在。我有冇工作，包括咱啲單位也相同，實在冇可能講嘅。唔見咩講，我睇打乜搞都塗上嘅。一基本一個設計就從未有，當然裏面睇有一個功能，也功能都講嘅，佢對地方誒地方上，有乜嘅建議，有乜嘅想法，其實我哋民農我哋合伙時間去年有判其實裏面有件建議，乜咪講嘅，從嘅係啲基層建設。有啲嘛係啲環保問題，後邊有啲係啲農業問題。其實後邊有啲講出來，後邊平常我哋比如講一般啲兩種嘢冇注意到嘅，其實嘛改好嘅建議。嘅社區發展協會又在傳統之後，有一個希望做得將一個里民大會嘅功能，然後係發揮到實際行較有效率。社區當中留里長，
好嘅结合同在民农也个情况很样办。如果目前个里中的以提这个对这个地方的市政的一种上小跟范围吼，其实已经上好到对民农整体的发展的架构单位来看。所以睇情况底下吼，其实我认为你讲，包括以后吼都其他夜市那边的情况底下，当然如讲支出上其实还有慢慢受过一机会啦。但是我是讲里中其实另外像扮演一个更好点么啊，提防两手的意见两手的角色。一个意见两手吼，啊，唔要像扣很多一天个一年像判决一百，一个里面太费吼，一个一年差100号贴单，吼，甚至一个平常时里中其实都扮演，如讲提防上有乜个问题随时吼，如果看到乜问题也都跟相关人来，他个前来研究好的时候，里中来扮演一个意见两手角色，个意见都发音本区公所。个由区公所那边强开都对市政府那边，个行政长信用强开都讲，伊有咧落实跟执行。好，睇下情况底下，大家其实都发挥了个体效果。过咱个方面睇社区的部分，其实我认为讲社区其实规啥嘛咯，都个提防上吼辅导一个理众啊，吼包括都讲提防意见那样整合啦，甚至讲平常一判法通吼，其实也都做理众都考虑到纳入角度后生人啊，好后生人来听数啊，所以大家主要接好嚟对各位理众来讲，其实咧最重要角色係乜嘢？都真正的扮演咧提防上意見良少角色，隨時檢討提防上嘅問題嘅意見吼。個歸納嘅時候，如果有整體提防個強勢，各位都馬上發本公所，公所都變成個檢討提防上有個公共事務檢討嘅平台。好，按呢方大家來發揮一種規個一種夜市合併以後嘅跟市政府一種互通管理吼，跟有政策落實咯吼，大家會各有效力的。好，应该做在談到呢，其實里老里之間哦，里中八九第是較客氣啦。講講，我跨過一個里，我知道當場路高都騙人嘅師傅嘅嘛。針對一個部分哦，還有產業呢。里中八剛下呈現出來在產業嘅部分，還有乜嘅唔知道產業方面，你議題我來呈現出來，請里中來發言。講到我哋面吼，我本人寫話，點解面冇呢人咧？嘿，故就講啊，一時合併吼，我感覺到真係冇。因為我講冇啊，吼，像佢嗌南農啊，有5里啦，南農啊，吼，總壇標嗌結凍結火結陽，吼，有5里哦。按個呀個中間啦，吼，我記得之前門前合併啦，吼，延時間啦，所有重劃各重劃嘅。一下重劃出300人甲，200-300甲喎，嚇！也俾我哋嘅120人甲嘅，我也做委員，重劃委員。但是啊，吼，也同我看得特別我嘅啊，3-4年中間冇好作事，見係你嚟浪嚟啊，嗬！也跟我哋師傅啊，一方面我哋面同我冇意人，嗬，按個師傅同我看得特別嚴嘅啊，也唔怕講嘅啊。好，我台上睇下講，師傅同我哋看特別嚴嘅。我記得頭，我今年68歲，我之前我哋做啲重劃，200-300個嘅中間啦，嗬，1年人嘅，都好嘅。而家120人甲，4年做嘅哦。嘿，嗰時也幫我哋睇啊，專門睇感覺講啊，嗬，別人睇佢也冇同人看戲啊，也專門從事啊。好，謝謝大家。好，感謝總先生哦。你昨日談到講，神傑一下神通夾嘅，結果語言中間嘅發生嘅聲音變細嘅，我李總伯也都無奈何。還有其他那個李總伯發言。我哋建議下，就過去呢，我哋嘅用地啊，係一個屬於南農地區啊呢。讓我日日都按到大峽谷啊呢，哦，按大峽谷呢。人呢，又唔係查乜嘅團哦，查超多一個廢棄物，還有一個中鋼嘅爐渣啊，去回填啊咧。我有反映啲一個市政府區公所也有反映。多帶而家那個一個環保呢，也要通知，也有來飛冚啊咧，有啲一個一個市政府農業局轉化局仍要來飛勘，結果呢
200度的讲啊，一个水质，无嘛个影响到，不会超过标准啊呢。哦，刚才你也都是农地农用咩？哦，按一个地带呢，哦，居民呢不到300公尺，他们都吃这个按那个简易自来水。哦，按屯人来呢，都变质啊，强呢，啊有的按呢主食水用的呢。哦，甲今年按呢政府那么来同按呢重视一下，下面一个地农地农用，啊来屯到一个那个中共的路窄，也嘛个废土。甲里长都反映，里面都关心安尼，啊，人都冇来同人哋重视一下，哦，让我同人哋来改善一下，哦，那么帮人嘅里面呢，哦来反映安尼啦。好，感谢李总把环境嘅问题我来解决，还有那个李总把来。因为啊，民农村所有落雨啊，都要那个3年啊，都要那个讲安尼救救闹啊。落啊到个总政府能落啊同系闽农里，嗰个闽农里从来有最稳入水嘅地方，因为我哋吃多见哦，所地入水有40%以上，闽农村冇用入水最多嘅地方，因为上海建议点，因为所有嘅水啊，全部流下来，流到我哋闽农，讲安尼平东天用公司。有冇水下水去，因为我哋专门都入水，像上头讲我哋始终因为个收藏我哋冇路口啊，有条个附近，连他个来看我都看，现在我嘅变相所有嘅东西全部涨个改革，入水你咪出奖啊，200岁多掉嘅太师嘅钱，谢谢。好，入水还有交通安全方面嘅议题哈，那还有那位李总。从闽农哦，可以讲全台湾现在客家文化保存哦，可能最完整的地区。我闽农的人呢，证明了90%以上全部有采地闽农的。哦，我睇落去呢，包括外配新娘嘅度啦，嗱工作嘅可能占差唔多5%到10%左右嘅啦。嗰時唔見全台灣啦，嗬，都講下啲闽農嘅呢客家文化係冇保存啦，嗬，但係都講全台灣嘅客家文化都等於全部流失嚟啦。咁闽农嘅文化要保存咯，最好嘅方式，都講闽農成立一個自治區，哦，像嗰啲原住民嘅部落樣嘅，哦，針對闽農現在客家，哦，客家區長，哦，客家代表，嗰有客家嘅傳言，等於都講恢復原始合併之前，哦，闽農有一個鎮公所，有鎮長，有嗰個鎮民代表，哦，嗰有里長。哦，有很多人，客家哋共同關心，哦，集思廣益，能有辦法講維護我哋闽農嘅傳統文化，就是效率相當大啦。就是係建議，啊，啲闽農有一種共同嘅聲音，嚟成立自治區，對闽農、對市政府、對全台灣應該也有個相當正面、相當好嘅呢成果啦。好，感謝李總辦。談到哦，李總辦針對有各方面嘅議題哦，談出嚟當道嘅欣賞哦。其中唔來看，現階段就係來去探討講新年，合併過後新年大家的磨合期。啊，其中係咪做得重要嘅新年嘅心得，帶到市政府上面。未來呢，在年代先至又係新一步嘅開始嘅傳統嘅行之體制之下，做得有嘛個較有制度嘅改善。一个行政機關一個制度，怎樣嘅去執行，怎樣嘅去一個去執行，可能這是牽涉到什麼自治區，其實從牽涉到中央法規嘅一個修改，好，這是地方一個自治法的修改的話，更加部分當然，他按上去檔案改動，該重視按客家文化保存。按客家文化保存，將係公共私民咯，唔係。佢台灣省還有幾百萬嘅嘅客家族群吼。本日本都講咩個？一個法規可能去改善吼，可能客家人鄉親吼，包括人客家發展吼，人建議吼，本說人嗰度中央官員，人地方嘅立法委員喺度，吼，便重視講需要設一個自治區嘛，吼，我們講嘅原來客家嘅族群嘅區，
改成自治区嘛，吼，要不然其实拢大家可以也个拢可以讨论啦。制度是的啦，现行的法咧，怎样的改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尝试一个方法，同个地方建设，同个乡亲、是个市民，有最需要的来改善，来可以加强。好，无完整的制度啊，应该本单就要家家来改啊，也唔单抢呢係高雄市的问题，包括新北市、桃园市啊，吼，也即将啊成做6都的，还另外呢台中、台南，吼，都係要来去改进的。亲密的时间，像总干事还有主任来委员大家做总结。争取起自治也係一個做法，爭取設立一個特別嘅客家自治區也係一個做法，也全部牽涉到中央嘅手法。中央手法我也認為講，並唔係講安尼小所在嘅人，安尼都無發言權，安尼共同做得提出來，攞全國嘅客家莊共同來爭取，我認為也有可能用一個社會運動嘅方式去做。但是在那之前，安尼還能問一個問題：將來有了安樣嘅自治區以後，一切嘅現場係唔係繼續保持？學校還能一星期2點鐘嘅母語教學，如果還能那個公共場合還能冇人講下，屋企還能下台冇講下，我想安樣嘅自治區啊，並冇乜作用。係沒有可能講，安呢個集團人就要求講，我民農嘅國中小學，除了母語教學以外，我至少規定有2科，不管你資源、社會、數學嘅乜，那有2科、3科嘅課程，我就用客家話直接教，類似安樣嘅，安尼做的先去爭取，先去要求嘅，安尼先做得來，文化先可以保持，唔係講等人都自治區來，竟然我非常贊成講去爭取一個客家嘅自治區，但是同時有一道安尼先去做得來做嘅那個議題等一體來操作，推動客家自治區嘅時間，安尼就先推動到位具體嘅長久客家文化工作啦。好，文總幹事。為了規個地方包括民農，其實已經慢慢朝向我哋講講公民社會啊。所以公民社會嘛呀，地方上公共事務由地方上人民來由下向上去決定，由下向上去決策。一決策過程當中一靠地方上有咧個充分嘅討論嘅機會，甚至有里長，我頭先講嘅都里長嚟扮演一個意見領袖嘅角色，來去跟地方上嘅問題透過由相關嘅人來討論，各位。現在啲共識之後，由里長入邊嚟反映到公所，各位啲公所入邊作為一個市政府最安好嘅窗口，各位嚟帶領都講，本地方上大家將來里長其實變成個係呢個民農嘅朝向嘅公民社會地位咧，最重要帶領地方上討論公共意見嘅一個意見領袖嘅角色。像頭先講到嘅，及民農係咪適合嚟成立一個自治區？咁一個自治區嚟講，應用嚟自治，除了講除了講漠視一啲區域之外，咁啲地方有某個規範性嘅做法，甚至某鼓勵性嘅做法。一個規範性嘅鼓勵性嘅做法，跟目前中央政府嘅政策，容易互相搭配。一個其實大家都幾好在睇個地方上有種安尼，都講首先呢各里嘅有種首先呢有種共同討論去形成啲共識之後，大家就變成一個地方上來共同創業嘅議題大家係呢個好方向啦。好，感謝在場嘅各位來賓嘅發言咯。按樣談論嘅1點鐘嘅時間做發言咯。點出嚟呢，現今嘅出發是合併過後，其實就面臨嘅成長，還有起長都係無窮樣升起來，變到虛偽化嘅。按種制度面嘅問題，有可能我大家講到嘅朝向一個客家自治區嘅方向來前進嘛。本來係切合於選舉，背面就增加係出發市嘅3天原住民嘅居民代表，係由區長候選一個部分咯。嗰所民農呢，有可能也來去朝向安樣嘅民農客家自治保護區嘅方向來去前進無啊。你下禮拜持續討論嘅議題。感謝大家嘅收看，也感謝李總伯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嘅參加，謝謝，拜拜。